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節目。今日我嚟到旺角，呢條就係豉油街，旺角豉油街。前面就係吉野家，過馬路先。呢條街就好多餐廳，好多嘢食嘅。香港仔魚蛋粉，下午茶餐39蚊。我哋本地人學生啲有得上網買嘅。隔離依間就係新寶戲院，已經閂咗門冇做啦。近幾個月都有好多戲院執笠，包括尖沙咀海運戲院都關門。北海道牛乳蛋糕，出爐時間4點，原味蛋糕。特濃朱古力就3點半出爐，鹹芝士就4點半出爐。呢隻芝士撻就24蚊一個，好靚喎。上邊呢個就蛋撻蛋糕就110蚊啦。隔離呢個芝士蛋糕就120蚊。差唔多放工時間啦，應該越嚟越多人。依間明華餅家，好舊式嘅蛋糕店、麵包店。依間就唐記包點，點解對面咁多分體冷氣機擺晒喺度？係咪洗冷氣？可能對面嗰間餐廳喎，新嘅茶餐廳可能裝修，所以好多部分體冷氣。呢間蘭木粥店好耐㗎啦，喺呢條街，以前就唔喺呢個位置嘅，以前喺前邊嗰個位置嘅，前面嗰個位置嘅，跟住10年前等我搬咗嚟呢個位置咯。呢間蘭木粥店都幾十年歷史㗎啦。附近啲租務情況係點先？
康康大廈，10用231尺一房，288萬喎，多窗開揚喎。咁啊，下邊就華發大廈啦，349尺三房，418萬。腸粉王，即刻食啊！買完腸粉喺出邊食。呢度就旺角好出名嘅好景商業中心，最出名嘅就係賣四仔。過馬路，前邊呢間小食店係肥姐小食店，好出名啊，排晒隊。今日就冇人排隊喎，平時好多遊客喺度排隊買嘢食嘅。要打張卡先，買咗之後。咁啊，我就唔係咁有興趣呢樣嘢食嘅，反而覺得啲顏色咧染過晒咧，好難入到口。只收現金啊，都有幾個人排隊，側邊都有啲人企喺度食啊。呢度就係廣華醫院啦。呢條街都有好多嘢食㗎喎。咁當然啦，疫情之前啊，呢條街就更旺啦。而家就少啲人。呢度賣豆腐花嘅，10蚊豆腐花。全線一60蚊啊！咁當然啦，芝麻糊啊10蚊，紅豆沙15蚊嘅，紅豆沙、綠豆沙15蚊。都未送㗎喎，使咗30萬整咗喎。呢條就通菜街，我就去通菜街。香港有另一個名稱就係女人街。以前就好多遊客嚟呢度呢條街。5點零鐘嘅時候就冷清啲啦。唔知係咪頭先剛落完雨，所以唔係咁多人咧。仲有啲位置係冇擺檔。10蚊個梳士扣。唔係喎，你香港牌嚟嘅，嗰啲攝石牌嚟嘅。仲有啲位置仲未開檔啦，唔知會唔會開檔？幾十年前就好旺，個位置都擺晒檔。而家就較為冷清，呢啲鎖匙扣就50蚊6個。
疫情之前就好多外國遊客就行呢度，西方遊客啊、日本遊客啊、泰國啊、菲律賓都有。咁當然啦，最多嘅就係我哋嘅國內同胞啦，必定嚟呢條女人街咧，唔買都要行一行。嗱，呢啲鎖匙扣就10蚊個，有熊貓，熊貓公仔，熊貓經濟，好多熊貓。當然啦，好多朱爾繩賣啦。呢度賣好多行李篋，呢度賣就唔係賣 LV 袋㗎啦，呢啲就呢啲就冒牌波衫。有足球衫，有籃球。Jordan 我見到有23號 Jordan 23號。尼馬10號，下邊就巴塞。近呢件就皇馬啦。皇馬有件咁嘅衫嘅。有條龍喎，美斯10號，美斯冇香港隊，有乜香港隊？冇香港隊。I love Hong Kong，一件29蚊，100蚊6件，呢啲唔知會唔會縮水？你冇聽到佢嘈啊？掃尾我就票去冇啊！我話你冷靜啲，你有土耳其雪糕食喎，土耳其餐廳嚟嘅，雪糕28蚊。士多啤梨25蚊，係開心嗰28蚊啫，其他都25蚊。雲依奶25蚊，芒果都25蚊。哇，紅當當嘅，未到新年喎。都有少少男啊遊客嘅，咁當然鬼佬都有咯，但係比起全盛時期就人流就差好遠咯。呢啲啊賣俾鬼佬啱。
咦，麥記袋喎，家鄉雞都有喎呢邊，I love Hong Kong呢個袋1個15蚊。賣玉石咯。咦，有人買篋喎，有人買旅行篋喎。对的，可以做，还可以做。对呀、那是这个重的。做了嘞。繼續向前行啦。熊貓。अब थोड़ा पाछा अजी क्षेत्र है ना冇睇啊？咪係咯，你用咗嘢粉紅色。哦，寶姐喺度，一早叫佢嚟收你啦，你咁嚟收你。呢度就賣畫喎，香港島電車。下邊就維港，真係㗎，唔係同你講笑啦。有帆船。你想多少錢買？咦，有波鞋買喎，190蚊啊呢隻。隨便睇下。哇，800 2 for 100 Hong Kong。我問咗佢啦。哇！香港交通工具，藍色的士啊，大嶼山的士，新界的士，綠色嘅新界的士。沒有。而家我諗流行呢隻袋，麥記袋、家鄉雞袋、星巴克袋。
波衫，美斯10號。旗袍啊，女性旗袍都有。呢啲就做鬼佬生意嘅啦。哇！呢隻咩嚟㗎？199蚊喎，係咪隻鵝嚟㗎？隻鴨嚟㗎喎。哇！199蚊。好，行完條女人街，咁就出返嚟呢條旺角亞皆老街。咁今日就行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